大街裏面嘅大街百貨店，依家又變身成為限定爆谷快閃店啊！等大家可以同店員互動啊。另一邊就有用爆谷做主題嘅披薩精品可以有得買，除此之外，仲有新鮮爆谷可以買到48蚊一杯。例如呢度就有掛頭箍嘅爆谷公仔啦，等大家可以自由組合咗一個靚靚頭箍。底下呢度仲有爆谷桶賣148蚊。原來都係盲盒，有唔同款你抽嘅。嗱，個樣板就係咁嘅款嘅。原來唔係真嘅爆谷桶，迪士尼樂園賣嗰啲爆谷桶起碼都200-300蚊啦。呢邊就有巨型爆谷，入邊寫晒唔同口味，仲係5個角色，199蚊一抽。係咩呢？就係夾公仔，就係夾咗呢啲公仔，係咪好 Q 呢？但係呢，都係睇你嘅運氣，睇下你夾到啲咩公仔啦。玩完之後就嚟到樂園城堡外面。呢度就係白雪公主許願池啊！喺許願池前少少嘅位置就有一個許願洞。喺許願洞後面而家又有全新項目，就係呢一個夢想之鎖，99蚊。首先就去到許願洞後面揀咗夢想之匙，之後就俾埋張心意卡，寫上你自己嘅願望。許願過後就去打開你心目中嘅夢想之鎖，獅子魔法之後就可以將呢把鎖帶返屋企留念。夢想之鎖有3隻顏色，金色、銀色、玫瑰金。下邊就有米奇型嘅心意卡，等大家可以寫上。完成許願之後，就可以將心意卡掛上去呢一個許願洞幕牆裏面。一經施展魔法，願望就會成真嘅啦。唔知大家想許個咩願望？不妨留言同大家分享下。跟住我哋嚟到反斗奇兵大本營。反斗奇兵5上映期間，大家有冇嚟到樂園嘅反斗奇兵大本營呢度呢？呢度多咗唔少新嘢。首先出場就係可口可樂嘅夏日限定包裝，有胡迪同巴斯光年2款。除咗可以即刻飲或者收藏，仲可以影相打卡，仲可以俾埋胡迪巴斯去睇添。樂園仲有其他反斗奇兵5嘅裝置俾大家去影相打卡，其中喺玩具店就有小叉。大家就記得把握機會啦。而旁邊呢邊仲有全新嘅扭蛋機，全部都係反斗奇兵主題㗎，有唔同款式，大家可以睇咗個樣本先至去扭。呢個係 Pixar 最出名嘅燈，仲有其他款式，大約一個都係40蚊左右。唔知大家對反斗奇兵邊個角色最有興趣？我中意3眼仔啦，你哋中意邊個呢？